我哋又一齊做站立式普拉提啦。做嘅時候請大家留意呼吸同埋核心嘅位置。好啦，而家我哋就開始啦。呼氣，遞手拉長個身，收腹，一隻腳曲膝，腳踭離地。再呼氣，緊握拳頭，繼續收腹，雙手用力拉到膊頭咁高，同時將隻腳指去中間，膝頭同腳趾同一方向。吸氣，手腳翻原位。呼氣，重複動作。呢個動作除咗收腹之外，亦都可以鍛煉手腳嘅肌肉，同埋伸展臀部側邊嘅肌肉，亦都可以改善姿勢。做嘅時候要留意眼望前方，收下巴，手遞起嘅時候，雙臂喺耳仔側邊。雙手放喺耳仔後邊，打開手踭，打開膊頭，收緊上背。呼氣，90度提腿，同時收腹，將上半身轉去提腿個方向，眼望側邊。吸氣，企返喺度，將心口打開，上背收緊。呼氣，做另外一邊。呢個動作主要除咗收腹之外，亦都可以鍛煉大髀前方嘅肌肉。做嘅時候要留意膝頭同個手踭係唔需要碰埋一齊嘅。呼氣，遞手上天花，拉長個身，雙手用力，好似揸住個瑜伽球咁，然後一隻手放低，雙手仍然保持用力。再呼氣，連續2次將個身打側，每次呼氣都要收腹。吸氣上返嚟，呼氣又做埋另外一邊。呢個動作除咗收腹之外，亦都可以鍛煉雙臂嘅肌肉，同時亦都可以伸展側腰嘅肌肉。呼氣，第一隻手上天花，拉長個身，收腹。再呼氣，相反嘅手腳連續2次呼氣，向上喐2次。每次呼氣嘅時候，要將腹部更加收緊。吸氣，返原位。呼氣又重複。呢個動作除咗收腹之外，亦都可以鍛煉手腳嘅肌肉，尤其是手腳外側嘅肌肉。呢個手腳連續喐2次嘅動作，亦都係製造不穩定嘅狀態。如果要保持平衡，核心就要用更加大力啦。吸氣，遞手上天花，拉長個身。呼氣，緊握拳頭，收腹，將個身彎去側邊。吸氣，上返嚟。呼氣，收腹，將一隻腳向側邊遞起。吸氣，放返低隻腳。呼氣又重複動作。做呢個動作嘅時候，都係要眼望前方，收下巴，手臂盡量保持喺耳仔側邊，令身體喺一個拉直嘅狀態，咁樣就可以改善姿勢。呢個動作除咗練腹肌之外，亦都可以伸展側腰嘅肌肉，同時亦都可以收緊大髀外側嘅肌肉。吸氣，拉直個身，想象用力拎住一個足球。呼氣，收腹，將足球碌落去肚腩，同時將重心後移，曲膝。再吸氣，將呢個足球反返上嚟，眼望天花，拉返長個身。呼氣，再重複。呢個動作除咗係收腹之外，主要亦都可以鍛煉下肢嘅肌肉，同時亦鍛煉雙手嘅肌肉。運動又做完啦，如果大家有問題，歡迎留言問我㗎。好啦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